张权使自用爱说字，赛车载会更加小心。一个货车司机呢，昨早起的10点外，为台中上北，经过新北市政府邦桥，这个车道载机能拢总害出去，害这女骑士未负反应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网友经过是，迄落这个大路拢总是这个2000甲2人，地点伫新北市邦桥三民路一段到回头前，现场拢有真侪只破机机两壳，这货车呢搞来搞去。这个代志是因为货车载200外箱的鸡卵，可能是保无好势，等回来时呢，规车那个鸡卵安尼甲害出去了。一个女骑士啥物未负，这个脚甲手拢有受伤。货车驾驶是一个这个鸡卵的中盘伤，伊若收了一张9000块的罚单，驾照会用扣1年，规批这个鸡卵用件医生是乌有去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